田中兄搞早吼，药文搞早。好，咱开始来读吼。顶回即个1646年2月28吼，2月最后一天吼，咱读一下开头所在尔吼，就是因即一天要开一个地方会议吼，这应该是咱第2遍读地方会议啊啦吼。好，咱来看顶回讲伊大家入座了后吼，就由即个团导南路的团导 Hans Ohof 以新港语言宣讲吼，其他的翻译员用各山区的语言吼，好无人的语言啦吼，大都王国的语言等等，来大声宣讲的内容是安尼，咱来看吼。首先，长官阁下对因来出席的长老的顺服甲准时到遮吼，表示感谢，也表示欢迎。现在大家拢爱自信啦吼，自信听长官阁下要命令因的一般性佮个别性的。个别是个别啦吼，毋是告别吼，个别性的代志吼。现在是第3次吼召开即种地方会议，伊是第3次开啦，但是我印象中第1次无讲啊遮详细吼，所以咱其实无看到啥物详细情形。第2次就写啊遮真足的吼，第3次就即嘛吼。目的是如同以前这几年的情形吼，因一年开一遍吼。要互因知影讲，规点对促进社会繁荣有关的事的代志吼，也要甲因讲一个长官含伊的议会所决定的代志。好，就是长官阁下最近查看阮各地居民交来的备忘录，看到各村庄吼，今年应该纳的贡献即个交纳的情形吼，对迄寡乐意而且已经照数来交纳的人，来当即个场合啦吼，当众来甲因阿老说多谢。三队呢，对迄寡算无纳的人吼，交纳得可吼，是安尼写短缺吼，安尼就绝对是无纳啊，甲纳一滴啊吼。现在命令因将来一定爱搁较热心、搁较乐意来全数来交纳，而且爱用落婆来纳吼，就像最近所交纳的情形安尼，爱因拢逐年来安尼来交纳，毋是为着即寡物件的价值，因为迄寡价值毕竟对公司是微不足道吼。举行一次的地方会议的开支已经是迄寡价值的2倍了吼。除了来煽动教会甲学校工作的真大的开支以外，还阁支付各种必须要的开支吼。譬如讲，为着要维持本岛全体安宁甲和平，而继续支付的开支，就是因所知影的代志。因此，因必须要相信，征收贡献主要而且唯一的用意，是要确认讲因对阮的顺服、服从，甲即细囝即种情义吼，敢若囡仔即种友谊就对啦吼。另外，甲因讲，现在要以和永年共款的条件来选派各村庄的领导者，就是拥有和旧年相像的权力吼。虽然讲阮国家就是阮荷兰本国的做法是城市主政者每一年拢爱更换吼，所以因市长逐年换，安尼就会使互尊贵的大门开放互每一个品德才能兼优的人。不过，因为各种理由，
现在无拍算安尼来换吼。基本上，大家拢爱连任到末年，因为对即种领导者的更换，阮一直拢伫咧自由选择的情况当中咧进行，因此阮安尼更换，毋是要造成任何的不良效果，搁较毋是讲要互啥物人来迄个生气吼，或者是感觉见笑。颠倒呢，是要互人搁较骨力吼，拍拼吼，会当伫咧卸任了后，搁较会当搁再正做领导者。所以呢，按照和公司结盟为友的先后次序吼，来叫即个来招呼所有的村社的长老来到长官的面头前，吼，由长官基本上像旧年安尼吼，因一个一个来表达对这一年来的效劳，来宣誓因的责任吼，宣谕啦吼，宣誓因的责任，如下述指示各村的情形，就是 OK 过来就是指派任务啊，咱来看哈。伫新港或者是称作塔加老老吼，主政的长老是即寡人：迪卡、塔巴吉、达格罗美甲塔加瑞。即寡人虽然其中2个人因为年老，而且已经无适任，但是为着避免造成不安甲激动吼，就上款互因继续连任。不过另外选任一个人做第5个长老，伊名叫做塔巴勒。大目港，或者称作挑棒，长老是塔里格、塔罗多、塔基昂。即寡人拢是继续连任的吼，因为因有一寡难死啦吼，所以先来责任因，来先责令吼，责逼命令啦吼，因一定爱搁较骨力的吼。伫咧目加流湾吼，或者称作巴克罗湾，长老是阿里萨、卡波勒甲塔加勒吼，即个塔加勒含迄个。共名呢，拄则迄个新港的塔加勒共名吼，拢是继续连任的吼，即3个特别来学习因优良的服务。即寡人被认为是福尔摩萨上好的基督徒吼。伫小人或者是称作托阿咪咪，长老是马雷亚、阿罗旺、索拉雷和维多。因当中有一个人，抑阁相当的异端，而且毋是介胜任，毋是介胜任即个空气就对了吼。因此特别来命令伊爱恪尽伊的责任吼。相当的异端就是伊阁无信上帝啦吼，而且无介胜任，所以呢特别命令伊爱恪尽伊的责任，并且爱接受阮的宗教，因为还未找到更较好的对象。所以，伊也甲其他的人同齐拢继续来连任，意思讲你甲你留咧查看啦吼，若有更较好的，就甲你换落来。无安尼讲啦，无直接讲吼。伫麻豆或者是称作塔甲布达，长老是塔波利斯、翁索伊、塔底霍甲伊旦。即寡人对提报迄边发生的问题相当的看慢难死啦吼，就是做代志无效率啦吼。因此责令因对此务必改进，因为因伫咧其他方面拢真胜任吼，因此全部拢继续留任。伫咧大武人。长老是三加老、罗沃、多林和头人，因为因早袂少物件来遮吼，因此来向因感谢，也如同上述拢继续连任吼，所以送物件有差吼，毋敢甲因嫌。
伫即个多罗国长老叫做 Origi， 因为年老无适任，因此呢，伊的职位由另外一个名叫做 Origi 邦奥的人来接替，并且增加一个人叫做索拉帕加瑞。这个人几个月前因为包括着强奸罪而被取消这个职位。不过，自从迄个以后，行为特别良好，而且伫咧前后拢一直真热心，并且有能力。哟，安尼原来阁继续互伊做长老。伫即个迪罗山是 TIROSE 的嘛，伊安尼写伊汉语是写朱罗山啦，是写迪罗山，或者称作 Laos 长老是达加拉加拉、达沃拉加、达沃拉克、加维奥、达沃罗，因一直拢表现良好，因此呢，甲因学老，并且拢继续连任。嘛，甲因讲，阮真艰苦，讲阮的荷兰人教师，伫因的已经，即个荷兰教师今仔日已经被处罚伫因的床头做了遮尔即个顽劣可恶的代志我袂记有啥物代志咱继续看咧。伫个小达加波人旧年的长老过身，因此呢，选另外一个名叫做利辛卡索人的人来接替伊的职位。伫塔里姆以前误称做塔里姆，伊即马写是误称是 DALIVO， 讲这是误称，正式是写做 DHALIBO 达里姆，差不多啦即个达里姆甲达里姆，伫咧西班牙语即是发音拢相款相像的BO 甲 VO 其实是足接近的。好，伫塔里姆长老是塔贝巴拉，即个人继续连任，含塔古塔老弟，即个人无来，但是派另外一个人代替伊来出席。因此呢，伫咧听到伊缺席的原因了后，就甲伊的权汤甲收回，以便另外选一个长老，或者是另外做决定。无来就无分啊！伫乔莫又搁称做达科旺长老是塔拉贝罗嘛继续连任，而缺席的即个塔加巴塔拉贝伦将伊送来权汤如上述来处理，就像拄则讲的安尼收转去伫咧巴劳拉旧年误称做沃拉拉长老是达多拉，因为伊的好行为继续连任。伫多瓦哈或者称作达拉克，长老是塔贝老棒和塔拉贝东东，两人拢继续连任。伫阿瑞桑或者称作塔拉克巴人长老是塔多啊达皮棒，继续连任，而塔卡巴塔拉巴巴雷斯也因为缺席，如上述收回伊的权汤。伫马尔干伫马尔干，以前无正确来写做马斯坎长老是塔巴西奥马巴，虽然行为无怎样好，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酒鬼。因为无搁较好的人选无搁较好人选，所以就继续互伊连任，并且选任塔加拉塔基的拉波斯来接替过身的塔索里奥罗的职位。伫法国人荷兰人或者称作 Ternan 长老是卡巴塔拉贝罗继续连任，并且选任塔贝拉塞拉来接替
个性的塔加拉、塔基亚拉的即位。伫多巴勒以前无正确来称作麒麟多巴勒，因为这是两个多巴勒当中上大的村社。长老是提罗马继续连任，而即个塔贝拉巴塞因为缺席，所以伊的权汤就甲收转来。伫个多巴勒巴人以前误称做古鲁特多瓦勒吼。长老是塔基蒂勒缺席，因此将送转来权汤收回，并且选任另外一个人叫做泰勒蒂勒来接替伊的职位。即个人，阮互伊一个别号叫做老手、老手吼，因为伊是一个灵卡的人吼，老教啦吼，翻译老教、老手怪吼。台语袂讲老手啦，老手叫老教，因为伊是一个灵卡的人，也因此选任伊做第2号领导者。伫巴拉巴伊斯，以早误称做巴拉巴伊斯，就是相款 B 甲 V 安尼尔吼。长老是塔古塔罗的缺席吼，所以伫找到适当人选以前，无别人通接替，也甲伊的权汤收回。伫 Old One 选任拉索朗做长老，伫 New One 拉马拉过身，因此选另外一个人，也名叫做拉马拉来接替伊的职位。伫迪波拉维罗继续连任。雷凡社的长老甲卢西干社的长老拢缺席，也无送因的权汤来，因此因的代志暂时来搁置。搁置要安怎讲？暂时放伫边仔就对了。搁置当然台语要抄是应该是无啦吼，但是我即嘛是查一下搁的音要怎读。竟然无即字啦！毋是，我刻毋着位，拍毋着位，拍去罗马里的所在。搁置的搁读做瓜，国瓜搁国吼，三个音。瓜是啥物？瓜碗、瓜去遐、瓜遮、瓜遐、瓜骹。瓜，单瓜就是拍算，公音拍算公音的意思叫做单瓜。单国吼，单国应该读做国 ，KOH 读做国，单国吼，单国就 KOK 啊吼。足迹磕着，跨沙，哎哟，跨沙就是搁浅嘛，跨沙。单国，好，单国啦吼，单国。所以读做。若要读文音，可能是个，单个，瓜个国，好，我着读做个啦吼，个地吼，个字，个地，
好，转来日子遮吼，因此呢，即两个人无来，管汤也无来吼，代志暂时搁伫，就是暂时囥伫边啦吼。伫阿巴索王吼，该社一直拢认为是阿曼基里难吼，有时称作阿曼之班。长老是拉巴勒，伊派伊的兄弟来，因此收回伊的权汤。伫基林干拉马拉继续连任。伫 Glut 塔加波人，或者称作纳加纳万，长老是拉布卡和希腊人叫做拉哥，两个人拢继续连任。拉哥的囝因为伊的老爸破病，代老爸出色。伫卡纳甘纳沃，长老是阿贝拉巴奥斯，伊嘛因为破病留伫咧厝里，也继续连任。伫达罗县，长老是拉萨邦阿贝，拉萨邦阿贝继续连任，并且选任老拉乌杜接替过身的塔古罗杜的职位。伫利任，或者称作塔盖斯，长老是塔萨马和塔高热，两人拢继续连任，因也比迄寡巴西干人相款吼，因为因家己以及因的村民的伤超过的即个啉酒啦吼，所以被严厉来谴责，并且被责任必须要行为端正。有一个长老叫做塔巴拉巴斯被解职，因为毋但无即个需要，也因为伊完全无迄个能力。伫沙利巴罗，伊早误称作沙利巴罗 West， 长老是塔加拉塔吉罗马，继续连任。伫阿巴斯治以前无正确来称作沙利巴罗 West， 或者是称作达波塞，长老是塔拉贝罗马，继续连任。哇，拢咧即道。这记载拢咧写这尔。伫 Terchala 长老是塔萨多尔继续连任，而塔拉比斯杰伊以前因为强夺罪而被免职。即个塔拉比斯杰伊的职位因为欠缺好的人选，所以也搁空伫遐。伫 Tarinap 通常称作 Dorenap， 长老是。即个多伦纳普，咱一直讲是鹿港吼。长老是塔贝利莫，约落伫咧1年前，因为惊吓来家己来气杀伊的即个权汤，剩落来两个长老塔哥巴士甲塔贝约巴，拢甲因的权汤送来，即寡将会收回。直到以后接到命令，现在无要选派任何人做长老。伫阿索克塔巴贝拉克继续连任，并且选任一个人叫做塔拉多美来接替过身的领导者塔贝多莫。伫咧卡卡尔巴罗洛克，以早误称作巴洛克塔加比勒来继续连任。伫卡加尔萨加勒，伫卡加尔萨加勒，达拉勒里的路上继续连任。伫卡加尔塔加邦，塔拉贝奥拉也继续连任。伫陶沙塔拉格，以早无正确来称作多萨克努德。塔贝尤卡南斯继续连任。伫岛萨马多，以早误称作多萨克乌斯特，因为该社相当大，因此呢，塔萨加巴里以外，征派塔贝邦来做长老。即个人对结合西里人捌付出真大热心甲努力，所以也赠送伊一套银缎长袍以及5匹的看眼布。伫头萨巴达，以早误称作托萨克，
长老塔恰扫和塔高拉只有后壁即个继续连任，头前迄个已经死亡。伫多利达卡马扎，伊早阮称作达利达斯特，长老是瓜达王，这毋是大道王吗？本名是叫做卡马扎阿斯拉米斯，因为伊不便完形来留伫厝内，不过伊的侄仔早着伊的拳汤捡来，拿伊公司的名义交10匹的空眼布，互伊早转去赠送伊的阿伯，并且传令讲，明年爱亲自捡来。此外，也任命一个人叫做泰多凯西，接替过身的塔贝基士来做该社的长老。伫多利达巴巴，伊早称作米多斯特达利达，泰多加里斯继续连任。伫多利达阿米线，伊早称作达利达努特，卡马加塔波诺也继续连任。伫波多尔任命高拉德拉来接替过身的头巴切亚斯。伫沙拉是写沙拉即摆叫沙拉啦沙拉。劳西多尔继续连任。伫五马GOMAGH，所以这沙拉五马这拢原住民名，原住民地名荷兰时代就有啊达罗卡布里也继续连任伫Barbarian， 伊早阮称作Barbarian， 塔波埃也继续连任。伫塔波库，即嘛已经和提里安合并，长老是塔波德里，是一个塔波库人，和塔波罗埃是一个提里安人，两个人拢继续连任。而因的第三个长老名叫做塔加代爱。甲伊免职，因为合并了后，还是一个小村庄。伫巴包萨克达拉继续连任，上述的刀沙马多社的长老也因为伊对结合巴里森沙里社表现热心，所以也赠送伊衫甲即个空眼布。头榜缺席也送伊的拳汤来，就该拳汤甲伊收回伫阿伯安奥兰，伊早无正确来称作阿伯安 West， 任命塔贝西隆做长老，因为旧年的长老过身啊。下属的村庄是做军由牧师 Van Bruin 临时接纳，甲公司做朋友的即寡村庄现在搁再一次。互伊确认，并且就是伫阿曼巴里斯社任命两个领导者，伊的名是乔达塔贝和布基斯拉克丹。共款伫阿曼巴里社也任命两个长老，因的名是塔拉多拉布克和巴查拉西洛克。但是伫个塞利恩社任命三个长老。因的名是塞利恩达拉翁、塞利恩塔基高斯和塞利恩摩恩摩萨。因无来，鬼说讲即嘛农忙，就是无用咧种田啊，无法度来产业当无用所以无法度来。但是会伫个做军会过来这一切拢是按照应该有的方式进行了后，就因全体来宣讲下列的代志。好，咱来看宣讲什么代志拄则拢是认输的好，因讲所有的长老，无论是继续连任，或者是新选任，明年拢必须要亲自揸着家己的拳汤来遮出席参加地方会议。不得将拳汤交予别人，如
像即嘛真侪人所做的安尼吼。颠倒是呢，爱规年拢保存吼，绝对袂当交互别人吼，就是讲罐汤爱规年保存好，用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违规的代志。即寡现在交互因的罐汤，因拢必须要一直真细腻小心来扎伫身躯边。若是有长老伫即个期间过身或者是破病，就必须要将罐汤交互阮荷兰人居民吼。就是交互，应该是讲交互在地荷兰人吧，以便以后来交转来互阮。安尼做并毋是为着迄支罐汤的价值吼，是为着即个象征吼，象征讲阮的友谊甲因的敬意的即个罐汤，袂去走去别人的手里被误用去吼。所有的长老伫家己的庄头对居民中发生的任何可恶的代志，或者是问题，拢不得温从不报吼，袂使温从无报吼，搁较无温存，家己私底下处理吼，所有一切拢必须要阮的荷兰人居民来报告，以便和因来商谈了后，按照情节来处理。重要的事件甲情节重大的，拢必须要长官来报告，但是也必须经由阮的荷兰人居民来长官报告，因不得擅自来取报告，袂使家己走过来遮报告，以免长官阁下受到无必要的干扰。荷兰人居民吼，我以后应该是拢是指宣教师啦吼。大概无派遮侪荷兰人去遮尔侪所在去住吼。又搁因为有一寡所在以早无甲阮讲吼，甚至搁较违反禁令吼，签刷所在吼，因此呢，现在也全体宣布命令讲，以后允准搁再安尼来签刷吼，必须要事先来阮申请，若是情况会使，而且有即个必要，是袂甲因拒绝。现在嘛，利用即个机会来剔责啦吼，剔责就是斥责吼，剔责即个奥特湾社的长老，为何因最近无甲阮讲，也无阮的允准，就去古鲁特塔加布朗社的野地去遐住伫遐吼，只敢若讲因要去即个克连塔加布朗种田吼，结果就刷去即个古鲁塔加布朗社的野外遐去住吼。对此因讲袂出理由来，所以就甲因讲，以后将会对此来下令。伫因的村庄里或者是野外来往交易的所有走私的生仔人，一旦若看到，就必须要掠起来，并且通知阮的荷兰人居民了后。带来即个城堡，每掠来一个人，就赠送因5匹的空眼布。也已经学习基督教义，并且听有新港语言的村庄的长老来讲，必须要对牧师特别尊敬，也必须对退代牧师伫因村庄内底探访的团队，甲学校的老师爱表示尊敬，必须要热心参加教会甲学校的活动。也爱促使因的囡仔和其他的少年人来惯死即寡活动，因为常常去听到教会人员你即个念讲因伤难死吼，即种情形以后一定爱来改善吼，讲因伤贫惰啦吼，无拢无去参加就对啦。即种情形以后一定爱来改善吼。不必改善，为此目的，依早规定的罚款办法将会继续来采用，而且除了一直到单的罚款办法以外，也将要用伫教会甲学校的建造等等。每一个，这句什么意思？除了即寡罚款办法以外，也将要用伫教会甲学校的建造。是讲罚款要用踮咧学校建造呢，还是讲处罚？毋知。每一个村庄
对因本地的学校教师，就是先生啦，以后每一年拢必须爱唱交六讲社，安尼供应因家己所需要的米，就像即嘛大部分的村庄已经安尼做，因拢必须爱和平相处，无论任何理由，互相拢不得为难对方，或者是发动战争。如果遭遇问题或者是困难，拢必须爱用阮来控诉。如果因被敌人攻击，会当自卫，但是除此以外，不得出于家己的动机来发动战争。即嘛要特别特辑，Groot 读甲布社的长老，听讲因要对伫咧山区里的即个 Civil 公社来发动战争。无定已经发动战争啊，或者是拍算要伫咧做军要开始战争啊，但是因被即个招呼到即个议员的面头前的时阵，却是否认即个代志。又搁甲因讲，因早就授权并且奉命，如果需要会当出击，但是会当去攻打也未含阮结合的邻舍，而且为着要含迄寡村社结合，爱甲迄寡村庄的长老带来到阮个别的居民遐，应该是带到阮荷兰人的居民遐啦，迄寡长老来答应讲，一定会得到阮的友谊，并且保证一定会受到好的款待。如此骨力去做的人，毋但将会得到呵乐甲感谢，还佫会对长官来得到公营的即个敬物，就是礼物啦，就像现在即个巴布萨克和多萨马多社的长老所得到的安尼相款，还佫特别命令波阿利和德朗社的长老讲，因必须爱尽力去甲因的邻舍，就是迄寡邻舍，阮已经有认捌，甲因带来含阮结合，建立友谊关系。又搁讲，地方会议是一种自由的集会，任何人拢会当来甲因带来参加，毋免担心，也毋免惊吓，而且对社会有利益的任何高见，拢会当家己摕出来，以便对迄寡高见经过调查了后，就会当确实来施行。并且特别即个胡宝人地区的长老下令，并且劝导讲，以后因的每一个村民为着要避免纠纷甲困难，必须爱只敢若伫因的腊场范围内来拍蜡。如果有人撞入去因的腊场，也毋通含因来为难，或者是争执啦，莫冤家啦，搁较袂使甲因攻打。只敢会当将因的名提起，甲阮的即个居民讲，由阮来处理，并且即个迪罗山的长老来提起讲，关系到胡宝人前几年因为因的村社毁坏，离去含因住伫遐即嘛真想要转去因家己的原居地，却是被因无理阻挡的代志。对此呢，迄寡迪罗山的长老回答讲，因自从来含即个胡宝人住做伙都拢相处到真满意。如果因想要离开，安尼因就爱离开，因就会当离开；要留落来也会当留落来拢按照因的意愿。这是迪罗山的长老讲的因此呢，也甲因讲，不得阻碍胡宝人，就像因家己讲的若是一寡人要转去因的厝，就互因转去。好，差不多要结束啊我看一下时间，阁18分。又搁因为阮定定听讲，普德的先仔人有几若摆去普德拢无纳够遐的钱互原住民，因此就甲即寡附近的即个村庄，就是新港啦、小人、麻豆、大武人、目加流湾甲大目江的长老讲，
因以后毋免忍受即种损失，会当对每一个死仔人每一个月来收取1厘，甚至会当死仔人来指定扑得的所在，用于会当来避免因伫个竹林附近来即个起火踮咧烧就像因定定安尼做造成真大的损失。即嘛含即个达沃古社人同齐住伫一个村庄里的即个特里安社人的腊场，有几啊所在的人咧烧钱即嘛呢判定要归还互特里安社人来拍蜡。虽然因为死亡登记的人真少，并且命令其他人要互因和平拥有该腊场特里安社。最后，但毋是上重要。还未缴纳贡税的人，也就算是个人，也爱处罚爱命令以后必须要搁较认真来缴纳。最后，全体与会的人来讲，所宣讲的各项事项，无论是一般性或者是个别性的，按照个人的状况所讲的事项，即种个别性的，拢必须要记录条。并且全部拢爱遵行。如果因以后若有袂记哩，随时就会来阮的荷兰人居民来问来询问，阮会甲全部事项的抄本来交互因。约落伫个下午4点钟需要办理的代志拢办煞，所以就伫迄寡桌顶来摆餐区，所有的长老甲因的同伴各按该级，搁再来入座，像往年安尼，用食物甲饮料温存款待因，安尼继续到黄昏时。迄时迄寡人才欢欢喜喜伫个月光中踏上归途。阮的士兵甲大部分的其他荷兰人也伫个阴暗转来到台湾咯。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南边的淡水来到遮，坐12个人，载来200担茶，由下日的船只出航，就是有一只篷船航往南部要去扑茶。坐有10个人，有2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157个人，合计载去80人若落啊吧，109昆丁，34布鲁顿，就是布鲁顿是重量单位。一个布鲁顿差不多25公斤，所以34布鲁顿提炼过的硫磺，甲35担无提炼过的硫磺，7篮大蚵仔，15只帝王鱼，100担小鱼，10篮红色的色料，200罐的麦仔酒，甲3只活的鹿仔好，2528结束。剩14分，咱继续看咧。3月初1，我啉遮水。3月初1，舒适温暖的天气，早起风对东方吹来，快艇9月号就趁风出港，继续前进，驶出阮的世界。载着总价值61000豪吨的货物，主要是西南黄金，要航往巴达维亚。要暗的时阵，风又搁往南方吹来对南方吹来已经有几工拢是安尼咧透南风。有6只篷船对南方的淡水来到遮，坐45个人，载来650担的茶，甲80担的小鱼。3月透南风涂骹澹落。3月初2，我真怀念台湾透南风的日子，就是要烧脑啊天气要烧脑啊。3月初2，温暖的天气，早起风像昨昏，但是下晡就对西方吹来。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到遮，坐7个西南人，载来150担的茶。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平湖，坐22个人，载地床卵。3月初3，
真水又搁晴朗的好天，风向多变，有一只帆船航往南方的淡水，坐12个人。3月初4，早起好而且晴朗的天气，但是下晡有一点大雾，风像昨昏，搁有5只帆船对下淡水来到遮，合计坐68个人，再来480担茶甲23担鱼，也有一只帆船对南方的嘉定港来到遮，坐11个人，再来200担茶。3月初5，好天热天的天气哦，3月就讲是热天的天气吼。风对东方吹来吼，前2天透南风嘛吼。今仔日好天吼，今仔日甲即个扁底船古登干和装上米甲其他的私用品，因为明仔载又搁要出航去澎湖载石头。有一只帆船对南方的淡水来到遮，坐10个新仔人，再来80担茶。命令做军对淡水炸批来迄寡淡水的原住民，搁再对陆路送一张批转去淡水，互茶室商务员接库分老爸。用来甲伊讲已经收到伊的来批，并且甲伊讲听候后一次的机会，搁再来确实答复伊的迄寡问题。3月初6，暑时的天气风向不定。快艇古登干号起定，遵照命令要第3次航往澎湖去载大量的石头来，但是因为无风，只好伫咧港道中来停船，所以今仔日无出港。有2只帆船出港要去下淡水去扑茶掠鱼，坐13个人；也有一只帆船出港要去放索仔载米，坐7个新仔人。3月初7，有淡薄仔大雾，不过天气还算真水，吹东风。扁底船眼号就趁风出港，驶出阮的世界。今仔日场馆开动几个议员，渡往赤坎，要去大坎一条对赤坎通往业鹿的适合的道路。业鹿是车路啦吼，车路是绿道的绿啦吼。这是啥物意思？我嘛看无吼。通往业鹿的即个适合的道路，要去探勘迄条路啦吼。因暗就要对遐转来到即个城堡呢。长官亲自吼，长官带议员去吼。3月初8，暑时的天气，早起以及以后的规工拢大部分吹东风。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出航往芒港，载去真侪虾等等的物件。要用来伫咧遐建造一座公司的哨所吼，也有一只帆船航往南方的淡水，一只航往打狗，这2只拢是要去扑茶甲掠鱼，总合计坐12个人。3月9號，真水。愉快的天气，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小琉球，坐15个人，即敢若载地床物。真紧哦，逐工拢写1、2纸尔吼。3月初10，3月10號，天气也算好，乌阴天透东风，有下日的帆船对遮出航，就是一只航往下淡水去扑茶，一只航往澎湖去掠鱼，一只航往西那去沿海去，再去15担小鱼甲2只活的鹿仔，合计坐有55个人吼。沿岸有一场暴风雨对北平吹来。3月11，好天微风对东北风吹来，有4只帆船对西那沿海来到遮，合计坐有71个人，再来余下的好物。557道米22篮砂糖1000支蜡烛17道柱仔4篮冰糖150双丝帽仔2篮茶米啦吼，茶米2道茴香1250匹空颜布500匹麻布5篮的天鹅绒10篮的茯苓400桶精米的灰仔90捆精米的灰仔3000罐麦仔手120捆茶棒20包粗灰仔，迄
迄只载肥仔的篷船昨暗因为强风，不得不将50桶的肥仔抌入去海里，损失真惨重。昨昏出航的迄2只篷船也因为阵风又搁转来车来入港，也有2只篷船对下淡水来车载来200担的茶，一只篷船对小琉球来车载来1批椰子甲椰子树皮，合计坐有29个人。3月12日，晴朗而寒冷的天气透东风，开始搁变冷啊吼！3月，今仔日甲载来肥仔甲其他的商品搬入去公司的仓库里，以便做近会当查验并且交易。有一只篷船出航要去打到普查，坐10个死仔人。3月13日。温暖舒适的天气透东北风，有一只篷船出航要去下淡水普查，坐有11个死仔人。3月14日，早起天气阴暗，但是下午下晡啦就晴朗了。风规工拢是对东方吹来。有一只高野船对片湖来遮入港，坐11个死仔人，再来下日的好母，25担黄色的根茎这是啥物意思？或者是黄色的菜头，伊安尼写因为袂晓翻Jelly water 40担盐，20捆茶棒，7稻米甲8只碗的猪。由下日的篷船对遮出航，就是一只航王下淡水要去普查，坐11个人；一只航王片湖坐13个死仔人。即敢若载地床门，有一只航王死仔沿海，坐110个死仔人，载去下日的物件，275篮鹿仔肉，960条帝王鱼，960尾啦，台语袂讲条啦，960尾帝王鱼，130担小鱼甲17篮草的种子。3月15号，剩5分钟，加减看好，而且是热天的天气，风犹原是对东方吹来。3月16，稍等下再看下底笔记4条。好，不要紧，爸比无用啦我知影，又甲讲，所以无做笔记3月16，透早及以后的规工拢是乌阴天，风对北方吹来。今仔日有3只篷船出航要去下淡水载茶，坐27个人，也有下日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到遮，就是有一只篷船对下淡水载100担的茶来，一只篷船对芒港来，敢若载地床门，也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载下日的物件。1340罐麦仔酒，93稻米，18担乌糖，20担盐，4稻要烧制即个阿拉酒的即个种子，这是啥物意思？看无？30捆的棒甲6稻的面粉，合计做有81个死仔人。3月17号，风甲天气像昨昏，今仔日。地富先生对芒港转来遮报告讲，伫迄边建造的扫帚进行顺利，并且已经按照原则起到厝顶啊。有一只篷船出航去下淡水去载茶，坐7个人，也有一只篷船对遐来到遮载90担大的小鱼甲30担茶，坐有22个人。3月18号。寒冷而且相当水的，寒冷阁相当水的天气，风一直对北方吹来3月19，因为一抓两抓，所以读会过3月19，风甲天气像昨昏，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小琉球要去载椰子，坐7个人，也有一只篷船出航要去下淡水载茶，坐8个死仔人。三队就是有下日的船只来遮入港拄则是讲驶出去，即面驶入来一只篷船对打到载125担茶
来，后一只帆船对西南沿海载下列的物件来：42稻米、40担盐、甲500倒庄仔，合计做36个人。3月20。寒冷的天气，风游员对北方车来，有2只帆船驻航要去打到载茶，做11个西南人，再去15担盐甲6稻米。3月21。我咧赶进度，我看今仔日3个会当读了的。3月21好天，风对东方车来，有一只帆船出航要去下淡水载茶，只敢若载地床坐10个人。3队呢，有一只帆船对小琉球来遮入港，再来野子坐14个西南人。3月22。阴沉的天气，风对北边吹来。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7个人，再来下列的物件：14稻米、8担盐、14若糖、4担苎麻是安尼读吼，苎麻我记，4袋豆仔、4罐阿拉酒、甲8若面粉。最近航王网港要送去做扫帚的即个建造用区去遐，迄只来的帆船今仔日也转来了，因为遭遇季风无法度通驶到即个网港去。3月23。温暖舒适的天，风对北方吹来。早起阮看去比对船久长干时候，伫个海上远远的所在，该船会约伫个中岛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是昨昏航离片湖再来真侪石头。也有一只西南人的帆船对片湖来遮坐22个人，再来22只鱼港，甲几只细只鱼吼。等下我看者母牛，即个母。这是读啥物？我要安怎？好，我来监理电测者。监理电，汉理，母牛，copy。母牛的母，毋是牡丹的牡啦吼，读做母还是母吼，就是禽兽的公个嘛吼，所以我读做牛港对啦吼。母牛台语袂读母啦吼，读牛港。再来，即只对片湖来的阵，再来22只即个牛港甲几只细只牛吼，以及3担盐，也有一只帆船出航前龙礁，只敢若载地床载15个人。好，咱读到3月23啦吼，虽然后手可能咱是紧紧的读过，但是时间到啊，咱就休困吼。好，安尼咱今仔日读到遮，咱来关房吼。咱感谢各位3月23吼，感谢各位。来关房新朋友欢迎恁吼，若有兴趣，明仔载继续来听故事吼。今仔日较无啥物故事啦，拢咧记笑，搁即个地方飞机尔。好，安尼咱来关房吼，感谢各位，我来关房。